自2025年3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称颂上帝的拯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路加福音第1章3:99、80节。过无偌久，玛利亚出发，赶紧去犹太山地的一个城。伊入去撒加利亚的厝，甲伊丽莎白请安。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，腹肚内的婴仔就着跳。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，大声讲：“妇人人中，你上受祝福，你腹肚内的囡仔嘛受祝福。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，我哪会堪得？因为我一个听到你请安的声，腹肚内的婴仔就欢喜着跳。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。”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。对呾以后，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，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对敬畏伊的人，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。伊伸出全能的手，赶散心骄傲的人。伊将掌权的对宝座拖落来，卑微的人甲因高升。骄傲的人，伊用好物互因饱足；好野的人，伊赶因空手出去。伊辅助伊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记得甲因怜悯。照伊对咱祖先的应允，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。”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做伙住差不多3个月，然后转去因兜。伊丽莎白生产的日期已经到，就生一个后生。厝边甲亲族听讲主有大大怜悯伊，就甲伊做伙欢喜。囡仔出世第8日，因来要甲伊割礼，搁照因老爸的名叫伊做撒加利亚。总是伊的老母讲，毋通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因对伊讲：“恁亲族中无人号即个名。”因就用手比，问囡仔的老爸，看要甲伊号甚物名。撒加利亚甲因讨一块写字板，写讲伊的名是约翰，大家拢着惊。撒加利亚随时开喙讲话，称赞上帝。厝边隔壁拢真着惊，全犹太的山地拢在谈论即项代志。听到即项代志的人，想讲，即个婴仔将来会成做甚物款人，因为有主的权能甲伊同在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，有言讲：“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搁救赎伊的子民。”伊对伊的仆人大彼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喙应允讲，伊要拯救咱，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搁会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
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会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的先知，因为你为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，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的拯救。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，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，照咱才会踮伫黑暗甲死亡阴暗的人，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。这个囡仔渐渐大汉，心灵日日勇壮，伊住旷野，一直到伊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公开出现迄日，称颂上帝的拯救。伫四本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，咱通分别看出因各有独特的记载甲视野。马太福音用耶稣的家谱做开始，马可福音用施洗约翰的宣讲开始，约翰福音用生命之光做起头。咱今日所读的路加福音是由两组寓言和两首颂赞的诗做开始。伫玛利亚的尊主上，大圣是用心灵尊重主，接续是学了上帝的属性甲伊的作为，包括伊顾念卑微的女婢，伊用大权能成全大事，伊向敬畏伊的人施了慈爱，伊高举卑微的，伊互夭折的人得到饱足，也驱除骄傲者的计谋。玛利亚伫颂赞中表达家己的卑微，却受上帝重用，因为安尼，伊用心灵尊重高举上帝的大能甲作为。这是撒迦利亚的颂赞，是先讲述上帝的作为，伊眷顾伊的子民，伊为因兴起一位救主，伊拯救因脱离仇敌。接续，撒迦利亚针对施洗约翰讲预言，伊要做主的先锋，为主预备道路。伊也要宣告迄兴起的基督将带来救恩的曙光，照耀一切生活伫死亡阴暗的人。这两位上赞者，一位是女性，是母亲；一位是男性，是父亲。前者是一位卑微平凡的妇女，后者是一位伫圣殿中尽忠执行圣职的祭司。这说明，无论任何人，既若用心灵甲诚实学了，拢受上帝悦纳。这两首赞美诗拢针对上帝的所事甲所为来感谢，因为救恩是上帝所成就的，人只会当献上感恩甲学乐。对上词的内容，通看出上帝对普世的救恩，甲对卑微者的关怀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因虽然还未看到整个救恩计划成就，却对上帝应允充满信心。假使请你用一首歌向上帝表达颂赞，你会选倒一首歌？我想到约书亚乐团诗人主唱的《牵手》，想起上帝安怎透过这首歌扶持我，陪我度过迄一段苦闷、行袂落去的日子。当有时，我伫服侍拄到一寡困难，表面看起来是关系甲交通的问题，但是我清楚，迄是出自魔鬼的攻击，企图互我无法度徛在，互我放弃服侍。这首歌的歌词写讲，我的世界放达，想要勇敢坚强，
突然发现找袂到心中的力量。一路你牵着我，虽然我会软弱跋倒，你却袂放手。伫基督中，圣神的引带，互我想象伊拄在牵我的手，互我教育的力量持续增进落去。越过天晴，当我搁再听这首歌，我知影，若毋是上帝及时牵我的手，现在家庭，现在的侍奉，袂安尼充满感恩。感谢主耶稣，是你拯救我。默想，伫服侍的路上，我是毋是拄着困境，差不多行袂落去？找一段安静的时刻，用一首诗歌来上赞主，向主倾诉心声。伫服侍的路上，我是毋是拄着困境，差不多行袂落去？找一段安静的时刻，用一首诗歌来上赞主，向主倾诉心声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无论阮处踮任何环境甲困难，你拢伫掌权，也伫看顾阮。恳求你牵我的手，伴我度过这段崎岖不平的路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